今仔日咱要看的是《圣经》但以理书7章第1节甲28节。咱看头前的投影片，做伙来读，请。当啊！天下3万亿，但以理成立我望去，醒来看见上，伊就写迄个话，讲起其中的代志。但以理讲，看迷是看见上，看啊，以理是命的风，不能去吹去大海的引力。有时只受真大只，对海里起来，反正各无相共。头一个真实在有宗教的心，看见教义的心，受飞起来；各地的心，得着浮起来，互伊两其他飘起来。亲像人一样，要予伊有人的心，看啊，这一只就是一个者，亲像鱼，经理已经会决定，伊的嘴内有啥意当你嘴中，伊甲伊讲起来，吞食最吧。后来看啊，搁有只手，反是亲像吧。他装有时的亲像鸟，一只手有时的头壳，搁有关键互伊。后来看伊是的上中的看啊，有第4只的手。通听通闻，也是质量有大体的记忆，伊闻到听水所存的热卡达伊，甲以前遐的心各按12角，看咧看遐的角，看啊，迄中间有另外反一细角，将这遐个角的中间有3角，按分配起来，以细只角前后前，看这只角有目睭，亲像人的目睭，搁有嘴咧讲话，看着看着，遐个做内底有一个最古早就有的设定，伊的皮肤白亲像雪，伊的头毛亲像天生伊的羽毛，伊的宝座就是火焰，伊的魂亲像火的刀，火亲像的蓝水，流伫伊的面前。曝晒伊的青青，温对伫伊的面前的有慢慢，心看是拢的，世拢很规规，其实我因为迄日所讲大话声就看伊，看见伊只受害，伊的心愈受委屈。迄阵会烧，落到伊有只会受，伊的愿拢受落，总是伊的性命拢留咧。到伊命着的时，命着的日期，看伊只是平常中的看，有一个亲像人的款，坐天顶的魂。来到迄个最古早就有的，你就带伊到伊的面前，就想属伊有决定，应当讲伊，互万百姓万国万听到的人，拢服侍伊，伊的
我但以你，心心伫我内面有份，心内英雄，互我明白。我就去找遐个徛伫边仔的一个，问伊遮个事的实在，伊就甲我报告，正在用遮个事，互我知。彼时正大寿，是个王，要对地上兴起，总是机关的一个历史，历历有公义。等相比国完，永远无算。彼时我大知，历史正是实在。咱定在受供养，不知堂听，伊的嘴边是铁蹄，伊的了是大地，伊文大了嘴，所出的用他当伊。更爱在伊头壳所发12家的实在，甲伊另外还的角，互三伊角落伫伊的头前，就是有目睭、有嘴讲话话的角，伊的眼睛较重点伊的动位。我看见一个咱上的历史高者来反映伊到迄个古早就有的来甲志愿的上的历史看断，到现在得到国会的理解。伊安尼讲，第四只事要做地上的第四国，伊甲拢总的国无同。要国家专制，要大义，也是义。到去12角，就是对迄个国内要兴起10个王，后来另外有一个王兴起，咱前遮个无同，伊要互3个王效仿伊，伊要讲话。目的是关系，也要保守是关系，性的历史，也要改换这义论的。伊要交代伊的手，得过一时，搁2时，搁半时。新华时要坐位，因要出传王的权，规范伊。白无伊到彻底，好义的国会决定甲帝国的威权，拢无是关系性的历史。英国是本管的国，伊若有权的，拢要服使，顺带伊。这个代志到这结局，我但以你心内想了北角。力量历史，总是我用这个书放伫心内。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来行的人。下面是牧师要甲咱分享信息的时间。牧师今日要甲咱分享，咱拢会看见异象。将时间交予牧师。听者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角伫底，咱三角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特别伫一年一度的感恩节，阮用感恩的心要摆咧伫你的面前，也奉献阮本身过来一摆互你，互你继续带领引带，对年底到明年初到整个每一年，拢会当用感恩的心摆咧，感谢你引带照顾甲保护。主，阮的上帝，阮也将阮今仔日要学习。对你所读的经节，更加来明白这世代，看你搁来一摆帮助阮，看你的心也充满伫阮，坚固伫阮，晓悟伫你的真理中来明白你，更加亲密会甲你同工。阮伫遮准备阮的心，伫遮要分享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牧师特别要带领咱兄弟姊妹，用感恩的心献上感恩的祭，就是这位一年365日，日日拢伫遮咧陪伴照顾咱，日日是恩典赐福予咱的主上帝，来献上咱的感恩甲奉献。牧师为什么要带领咱兄弟姊妹献上感恩的祭呢？因为自从人类坠落了后，心思意念拢会驱往着负面的想法，咱的心思真容易伫遐来埋怨，咱无容易感恩，所以咱的心必须伫遮受到引带，咱的心爱特别受到提醒，爱常常用感恩来到上帝面前。兄弟姊妹，当咱有一粒感恩的心，凡事就会往好的方向伫遐来看，伫遐来跑走。凡事感恩的态度，会带领咱进入更加丰盛、更加富有、更加宽阔的生命。有感恩的心，就是面对生命的欠缺，就是拄着环境的艰难险恶，依然会当知足喜乐，因为有感恩的心，就袂将眼光注视伫困境的顶面。信了上帝必定会赏赐教业的恩典，互咱会当亲像鹰鸟体式飞悬，脱离迄个困境的捆绑，创造出另外一片天。所以，如果咱的心若常常感恩，必定当赢过生命中最的难处，互咱有动力，欢喜往着目标，人生伫遐来前进，伫遐来跑走。这几天的新安讲读经本，咱已经来到但以理书，咱拄啊读但以理书了，有了解无？看有无？看无吼，免紧，无所以当直接甲咱分享吼。但以理书是旧约圣经中的启示录，啊，你捌读过启示录无？读有无？有吼，哇，感谢主啊！那读有真好吼。是记载真侪上帝对未来，就是对咱啊，毋是即时代哦，是对将来的启示。按照惯例，牧师大声的简单来介绍即个但以理的作者、历史背景以及重要的内容。咱爱知影，但以理伊是出世伫即个犹大国的约西亚王的时代，伊属伫犹大国的贵族阶层。家境是非常的好，会当讲，若今仔日说来讲，咱讲什么？含即个什么？金汤匙啊出世的吼，总是无想讲当时的国家动荡不安，甲遭受了外族的侵略。伫主前60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一摆攻入耶路撒冷的时，将当时的犹大王约雅敬甲一寡贵族拢掠去到巴比伦去，但以理伊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伊大约是10几岁，离开父母，离开故乡，用奴隶的身份来到远远的异乡。这对10几岁就受掠到巴比伦，直到8到10岁蒙主恩召。但以理一生的中间，拢无登记到伊思思念念的故乡耶路撒冷。总是伊去每一天祈祷3摆每一天3摆祈祷。这是明明知影会拄着三亚坑的陷阱，伊也无愿停止，伊往着故乡的方向，迄个耶路撒冷伫遐来祈祷。无煞，就这种坚持，无论顺境逆境，拢要敬畏上帝的信仰态度，而且互上帝直接来使用伊，高升伊诚侪同时代非常有影响力的人，连伊所服侍的君王
拢敬重伊。但伊书总共有12章，啊，通分做2段，前6章呢，但以理是用第三人称来讲起伊人生的故事。后面的6章，但以理用第一人称来讲起上帝用异象启示伊未来历史的发展，以及将来世界将要发生的故事。兄弟姊妹，咱若要认捌一个人，其实爱对爱对少年家到老，咱毋敢看伊一时，爱看一点，爱看遮尔。有时啊，对少年甲老，为虾米？你会当对伊看伊少年甲老，伫即点你会当了解伊经过。咱来伫即点呢，敢会当看伫即点尔。这是咱爱知影。伊人生所行过的路，其实都是见证。伊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兄弟姊妹，咱就赶紧来写你怎样拄着上帝人生过程？以咱教会明年几年？40周年咱的志成长老你遮咧鼓励咱爱用500字来写咱的信仰见证，有无？咱即摆写的人有偌济？写的人请举手。有写的人举手我有写阁无偌济期待咱每一个人会写40周年尤其咱这教会拄开始的活祝长老活祝长老你一定爱写呢这是真重要但以理这本册1章到6章，互咱看见但以理的信心见证。伊对一个真忧郁的一个贵族家庭的囡仔，到你受了到外邦的一个奴才贵族忽然间做奴才，但伊的人生，通讲是对这个分段落入到上会改赞的。我相信真侪人拄着这种的环境、凄惨的命运，伊拢无法度接受。有时开始无法度接受，哇！迄种足有钱，忽然间伫遐做乞食，伫遐做奴才，这是对人生来讲是真大的冲击。有时活袂落去。总是这位少年人，伊刻凭着对上帝坚持、坚定的信仰，伊行过像地狱一般样的艰难磨练，然后咧，像鹰鸟体式飞悬。但以理伊历经巴比伦、马代、波斯帝国3个朝代，伊至少服侍超过5个王，拢是国家机构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分。日历所上也有真大的影响力。所以但以理坚定的信心甲信仰，伫第1章甲第6章，咱让对伊面对艰难挑战的时的态度。咱会当看得非常的清楚，也因为有这款的坚定的心智，上帝才会当用伊来启示将来所要发生的代志。伫第7章甲12章，圣神至少予伊4大异象。第7章甲12章是但以理的异象，对异象内面，咱看见几个重要的预言，这个预言。毋只是讲到将来历史的结局，更加重要是要预言伫9章24节，关于弥赛亚降临的时间点，70个7。而且圣经讲，论到你的百姓甲你的圣城，已经限定70个7的日期，要压制过失，多尽罪恶，救赎罪过，引进永远的义，荒漠。异象甲参悟，各用由抹至圣者。咱的主耶稣基督果然伫这个时间点道成肉体，伫十字架顶为着咱压制过失，除尽罪恶，救赎罪过，引进这个永远的义这是圣经新约已经记载。所以这本册对旧约第7章的开始，讲到但以理的异象，
头前6章，但以理伊只甲看过1摆以上，就是伫第2章的内面。尼布甲尼撒王伊提起一个梦，安怎？啊，这个梦醒起来安怎？安怎？会记得无？讲伊安怎？袂记得啊。咱有时做梦会记得无？有诶袂记得，有诶会记得。但是这个王做梦足奇怪，袂记得。啊，袂记得要安怎？去爱遮个什么？哦，遮个解梦的术士遮个官员安怎？一定爱甲解梦。甲遮个官员就讲：啊，你做梦你若爱甲阮讲，你无甲阮讲，我要安怎甲你解梦？我若毋是你头壳内的什么的啊，一直甲问，但是王足无欢喜的所以伫即个所在爱术遮个术士甲伊解梦，无呢要将伊安怎，拢总甲杀掉。这是非常的紧张。所以迄个时啊，但以理伊祈祷但以理祈祷，求上帝可以会当看见尼布甲尼撒王的梦。所以伫遮上帝不只可以看见，阁互伊有智慧会当解释尼布甲尼撒王即个金头、银香、东腰、剃腿、大象的即个梦。到了第7章伫即个伯沙撒王的时阵时间也已经经过50年50年所以伯沙撒元年应该是主前553年。总伫即个但以理伊伫咧看见尼布甲尼撒王所梦见即个大象的时，伊才几岁？17岁尔现在伊几岁啊？67岁啊所以已经经过50年会当讲经过了即个半世纪所以伫这半世纪遐尼长的时间，尼布甲尼撒王早就已经无伫咧总是伊的意象，迄个金头、银香腰东腰、剃腿、大象的梦，结也伫留伫即个但以理的心目中总是但以理伫巴比伦的王宫内面已经50年的历练，也是讲经过50年的观察，17岁时所看见的迄个印象，因为但以理甲上帝同行的缘故，伊好亲像伫遮看得更加清楚、更加明白。兄弟姊妹，咱来知影，印象是需要解说，解说印象是需要对上帝的话有了解。咱迄阵王荣义牧师吧，你安那？你传咱讲爱解梦无？我你做梦有时爱解梦其实做梦有时爱解梦意象若是共款做意象若是爱解说，解说意象当然需要对上帝话爱有啥物？爱有更加深入了解。你对上帝话的理解程度，甲人的属灵生命成熟的程度有非常的关系。就像这个属灵的婴对上帝话所领悟，甲成熟基督徒伊伫遐所了解是完全无共的。当咱的属灵生命伫遐愈成长，对上帝话就愈会当体验，愈更加丰富，更加多的了解。但以理第7章的意象，甲但以理第2章的意象，其实所讲的拢是一件代志。不过，现在经过圣神的解说，经过50年的了后，同款是一件事。上帝赐予但以理这个印象，伊原是一件事的属灵解说，总是同款的一件事。经过50年，这50年但以理也毋是白白来虚度来过去，伊属灵的深度已经大大无相共。所以伫这段圣经的经文中间，只咧讲四者受上定4个什么帝国，天色会使
就是啥物？就是巴比伦国。咱知影伫英国的即个大英博物馆的内面有一个是巴比伦的即个文物馆。你会当伫内面看去即个考古学家挖出来即个巴比伦的啥物古物，其中你常常会当看去伊的图腾是啥物？就是狮吼，就是狮，而且是带啥物？带即个狮的狮。所以圣经只讲头一个亲像狮，有鹰的狮，狮是万兽之王，鹰是百鸟之王。地上走的、天顶飞的，拢是伊。这就是啥物？这就是上厉害的金面，就是啥物？巴比伦帝国。然后过来讲，搁一只兽是坐地，是啥物？形伊的姿态，一只脚呐，较悬，一只脚呢较低。这是指啥物？指波斯甲马代。波斯的姿势较悬一点啊，马代的姿势较低一点啊。三支肋骨含伫喙齿中，这三支肋骨是指当时的啥物？路地亚，也是今仔日的啥物？托尼基。另外两支的肋骨就是啥物？埃及甲巴比伦。这拢是应验伫波斯帝国的形象。大家拢知影即个形的动作，较安那，有时较慢吼。不过伊有一个特点，就是伊的面量真大吼，大只，是重量级的动物。形的攻击拢是安那，拢是安那。你若叫形，有时手真厉害无，但是伊拢甲你安那，甲你逮吼，压倒式的吼。伊怎样安那用这压倒式的咧？所以咱现在看即个波斯帝国，伊若拍胜利吼，是完全靠啥物？就是人海战术，人人海一个来吼，你就惊，你一惊就安那，就倒吼，就被拍败。伊看了侪人，迄前竞争人愈侪吼，就愈赢吼。所以后来即个希腊的即个亚历山大大帝，伊会当将波斯即个帝国拍落来，是安那叫做依照拍做，就像啥物靶一样吼，用非常紧的速度冲伫遐冲即个大型。亚历山大只用32000人的即个叫突击兵吼，伫几年内面就征服即个波斯帝国。所以等于伊阁看去一兽，哪像啥物？哪像是靶吼？甲即个靶呐，伊走了呐，非常呐，非常的紧。靶阁有一种特点，伊是安那有即个条纹的。即个特色甲希腊帝国拄啊啦，非常的符合。因为亚历山大有一个梦，就嘛有一天啦，东方甲西方会当啦融合斗阵。亚历山大是希腊人一般是讲西方人，所以伊征服即个波斯帝国，并吞了即个东方，总是伊最后的美梦，就是望东方西方会当大和解。所以因为安尼生，伊家己带啥物人？带波斯的女子，伊也鼓励伊的将领、军官带波斯的女子做某。伊认为安尼死就会当互东方甲西方真正伫遐来合一。这只是伊一个梦。亚历山大东西的大和解的梦，其实从来无实现过吼。总是咱的主耶稣基督，伊互所有属伫伊的人，无论迄个年遮的人，无分自主的，系最落在的，无东方人也无西方人。伫基督内面真正合一啊，真正融合啊！这是咱基督教的信仰伫今个世代。所以伫遮当你看去靶的背上有啥物？有像是鸟迄个死的狮，所以伊一面走得非常的紧，一方面佮飞得非常的紧。12年的中间，亚历山大就征服了当时伊所认知的世界。所以到伫印度即个恒河足大足大吼，伊伫遐感受到讲哇，看起敢若拢无岸的即个大河，伊忍不住伫遐哭吼。为什么哭？你敢知？
伫遐咧哭的时，伊边仔将官吼，但拢非常的惊吓吼。问讲为什么哭呢？伊讲吼，我哭，因为对当以后呐，无世界会当伫遐来征服。伊表示已经征服遐当时的世界吼。因为亚历山大大帝的梦想，就是要征服这个全世界。伊掠做印度的恒河，就是世界的尽头。因此伫遐悲伤，无土地，搁互伊伫遐来征服。偌久咧，亚历山大大帝，互一只什么带什么马拉利亚，是吧？啊，疟疾吼，会蠓啊呐，该加一喙，吼，这个疟疾有时叫做什么肝热症吼，那伊就安啦，伫啊，真少年就过身去吼，死的时只有几岁？33岁吼，兄弟姊妹，箴言16章第9节安尼讲，人的心计划伊的路，独独耶和华定着伊的脚步。若毋是上帝保守甲看顾，就亲像亚历山大，遐尼强猛、遐尼勇猛、遐尼壮大的人，也敌袂过一只得马拉利亚病毒的什么的蠓啊！吼，咱怎样会当无毋来感恩呢？哦，这5天牧师带带咱的迄个姊妹有10个吼，迄个。除了迄个什么人上少年以外，拢71岁到80岁吼。啊，房主上少年以外，拢70岁到80岁吼。我伫咧担心讲，遮是饲大人，我牧师来带会好无吼？啊，佮特别呐，陈老师讲开工前我呐，哦，搬倒恁有去看吼？搬到规红记记呢。我哋讲毋知会行无吼？啊，也是讲袂当出国去吼。感谢主，拢出去呢。啊，行甲好好好，转来佮就当一只来礼拜吼。其中是啥物？上帝恩典，所以咱在抱着真正感恩的心吼，而且来感谢上帝。而且但以理伊所看见的即个呐，啊，即个不知名的地支之兽吼，毋知名的第4兽。讲过但以理书第9章，真明显是指着罗马帝国所讲的，因为罗马帝国的铁腕政策。伊安那所向无敌，伊有真侪武器拢是啥物？拢是铁的，哦，连军装拢是铁的。了后咧，罗马帝国分做东罗马帝国甲西罗马帝国，就亲像但以理书2章伫异象中所看见的大象的2支脚，哦，东西罗马帝国是一个统治权，拢伫1918年同时伫遐来结束。而且1918年的了后，世界就进入人骹的部分，半铁甲半阿门土哦，半迄个半泥啦吼，半泥土吼。世界分成做2个阵营，一个什么民主阵营，一个什么，一个什么铁幕的阵营哦，对铁所代表吼。啊，民主阵营的泥吼会代表，铁幕就是铁的代表。兄弟姊妹，如果即个讲到4兽所代表的人间帝国，那迄度啊，真悲哀啊吼！所以但以理书爱咱知影即个启示的一个真理，就是上帝，伊才是历史的什么主宰，上帝掌权吼。当人类经过4只可怕即个什么会受的奴才吼，一了后，知影伊是低贱的，完全是不可靠的。现在要经历人主永远的国度，就亲像第2章金头、银星、东腰、铁腿，拢爱互大石头呐，甲讲喙一样吼。所以但以理书7章13节甲14节咧讲。我伫迷视的异象中伫看，有一个亲像人的款，坐天顶的云来到伫迄个对古早就有的，因就带伊到伊的面前，就想述伊有权柄、荣光、国位，和万百姓、万国、万腔口的人拢服侍伊。伊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袂无去。伊的国位的确呐。无废无，
对即节的经节开始，但伊的思路伊的思考安那，就伫遐内底啦，转弯转变。即个民间现象，搁较积极，搁较光明，有搁较丰富的一面。对12节到18节，但是你看到即个现象，是有言将来要有一个国度，即个国度是啥物？民主的国度。伊看见一个位亲像民主，就小事伊有权柄，应跟各位，互万百姓、万国、万腔口的人拢服侍伊。伊的权柄是是永远的权柄，袂无去。伊的国位的确无废无。第一书7章14节，这继续点明经节所描述的四兽所代表的四大帝国了后，留第5个王国的国度就是基督的国度这兄姊妹，但一书7章甲2章虽然仪表着将来历史的发展，这个2章是用人的角度去看，人所得到的阳光丰盛，就好像金银铜铁极其辉煌互人欣赏。这对第7章7章开始就对上帝眼光对上帝眼光来看因的本质不过是人性的对立了后无好的表现，就像这个怪兽一样。譬如讲罗马帝国，伊到处拢有些什么竞技场咱若去迄个去希腊去看去罗马去看有一个竞技场，伊是咧激发人的什么斗性伫遐斗罪，这就是罪人的内在迄个罪人的斗性。兽甲兽斗，人甲兽斗，人甲人斗，斗甲规场拢热血沸腾杀气腾腾所有人性无好的表现拢伫遐发泄出来。兄姊妹，唔通袂记咧，咱拢是亚当的子孙，咱拢是罪人，无论是个人也是团体。有时咱拢亲像狮一样，有时亲像熊，有时佫亲像豹一样，有时会彼此伫遐争斗、竞争、相争，互相吞食，为着利益，无和平甲公义。所以，伫人类互即个罪所捆绑，无法度脱离即个罪行的捆绑的时，上帝要兴起另外一个国，就是民主的国。伊要用实力嘅所拍，照公义、甲慈爱、平安、甲怜悯三结连的上帝国。兄弟姊妹，7章所讲的即个第5个国度，民主的国，什么时阵会来到呢？当四国外的主要所上天了后，即个国就已经来啊！所以是《使徒行传》记载五旬节迄一日，唔只是教会伫遐来诞生，也是天国开国的纪念日。今日的天国到伫倒位？天国伫倒位？就伫咱的中间。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教会。有咱，才有教会。若无咱，教会就是什么？空的，就拢无人。所以，咱教会是一群有信仰、伫遐三敬拜服侍的一群人所伫遐建立的，这就是教会。所以，今日天国就是咱的教会内面，也只有伫教会内面，才会当找到什么上帝国。所以，当咱这基督徒，无论伫顺境也是逆境，凡事爱尊主最大，凡事爱感恩知足，常常懊恼。吟诗，常常祈祷无煞，常常彼此互相关心，互相带祷。这是安尼生，无论伫倒落，咱都会当亲像伫天国、天堂一样这5天我想咱伫遮的人拢算了，敢若伫天国真欢喜
啊，这是敢是天堂共样。这样就是法国这个拿破仑吼，这个这个拿破仑吼，伊捌讲过，伊讲吼，我甲查理曼大帝拢是安那用枪，甲用什么炮建立国度，总是咱的主耶稣乃是用什么？用听来建国。十字架大旗已经降服阮啊！这拿破仑讲的啊。所以过了今仔日感恩节，咱真紧就要迎接什么？救主圣诞。嘿，姊妹，主耶稣已经出世伫这个伯利恒逼真的马座内面。这个马座是逼真的，互咱合适了什么？谦卑，因为谦卑做人，为着要互咱高升。诚做尊贵什么？上帝的儿女，请问你敢有领受到这个福分嘛？你是不是愿意伫伊的面前来献上这个感恩的祭呢？现在姊妹出世伫这个贵族家庭的但以理，原本伊掠做家己，就伫遐认真来装备家己就好，将来当为着伊家己的国家来尽忠，却无想到讲上帝。将伊搬去到这个巴比伦，可以服侍灭伊的国家的对敌。总是咱他处在这个困境的这个但以理，伊不但无灰心，无失志，伊有上帝眼光，相信上帝旨意是上水阁上好的，所以日子无论去打落，无论做什么款的代志，拢要仰光上帝，这种专心仰望上帝的信心，这种志士拢要坚持的这种信仰，可以成做改变历史的人。因为有但以理伫巴比伦王宫的服侍，因为有但以理不断替耶路撒冷这百姓来祈祷。对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巴比伦帝国，也是马代波斯帝国、希腊帝国，伊拢伫遐特别真优惠款待这什么人？犹太人。最后咧，也可因转去安那，家己的国土伫安那建国，重新起造圣殿。兄姊妹，毋通掠做你的祈祷无什么果效，咱只有什么？主神看咱的耶稣，主目看咱的上帝。将有一日，当时间到。你著要看见上帝恩典是极其长阔关深，超过咱所求所想的。咱也拢要看见安那，咱也要看见异象，就是上帝在掌权的异象，对上帝国临到伫咱中间的异象，对世界这个痛的内面，咱的性命要得到改变，对一个贪心自私的人。转变成做一个知恩、感恩、祝福的人的这个意象，而且愿上帝听，真正充充满满，会灌在咱每一位的中间，互咱的一生一世，都会当享受伊丰盛的恩典、满足甲平安，互咱伫上帝国度内面来享受了这个家庭的美好，兄弟姊妹的美好，以及上帝听，甲祝福伫咱中间。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也当互咱伫这条信仰的道路顶面，伫遐超侪人物，晓悟伫真理的中间，会当互咱每一位拢看见异象，对上帝咱身上的作为，真侪活活的见证，享受伫上帝国的美妙甲满足。愿上帝祝福咱，咱三同心来祈祷。主安的上帝，阮看见。但以理书的记载，虽然是主前的记载，总是伫后面的世代的启示，我更加看见上帝你伫这国度所徛在这个主权的气力。做可能个一摆，互咱领受了这种的人脉，我每一项姊妹伫这条信仰的道路会当更加起调，全部甲你中间来建立个亲密的关系。我也有意向。将做见证来帮助影响，不然伫阮的家庭、阮的教会、
阮的国家。主该一摆将阮本身完全恭敬摆在伫面前，恳你搁再一摆带领阮、坚固阮。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